工作都辞掉，GV 都要来参加比赛。对，差不多快吃土了。快吃土了是不是？大家都快吃土了，最近。春竹床啊，草姜西呐。哦。主持牙在高雄卤呀，你在过香卤吗？三姑娘那创啊，心无开哟，无风无的心爽，闹热打擂台，闹热强下来。今天呢，积分水亲密天一礼拜，天一礼拜，下礼拜都见真章了哈。冇错。紧张紧张哈，紧张，所以参赛朋友啊，兄弟啊，你们同紧张啊哈。你可以了，不会啊，很青春，你看。好，是吗？大家不紧张吗？不会紧张吗？不会，现在大家胸有成竹。是，好。有准备后就不会紧张。系啊，好来，加个这场比赛之前介绍比赛几场，好来。葉家樹先生、齊思飛先生、齊澤利先生、左飛先生。係現在介紹的，嘿不太不用輕鬆啊，不用輕鬆，輕鬆一下，讓大家聽聽這個柔美。温和的聲音，温和哦，哇哦，聽起來很舒服，很舒爽，很像。而且這一位老師啊，根本唔係客家人，唔係客家人，但是你安尼客家貢獻非常的大。夏青島後堂嘅客家歌，真係啊，係啊，尤其夾喺嗰啲安尼節目當中嘅個，本人唱啊，比賽率非常高。他的歌對我們客家人來講非常洗腦，很洗腦誒，很洗腦，常常聽到啦，常聽到，係咪？聽到都好煩哦。沒有，你怎麼可以在老師面前說出真心話？對，介紹後堂嘅歌啊。誒，咱啟用先生帶來5月節兒童花。好，嚟彈啦。小愛嘅午夜，春天行過嘅花葉，南風吹過蒼蒼嘅夜，漫山碧來啪啪嘅雪，看似夢灑嘅花葉，地背開滿如同世界。唔驚風雨落雜半夜，氣溫減高人生酸夜。夜色如童話，暖暖嘅你聽整個烏煙下，台上天空比通上油花，點點嘅皮燈啪啪嘅雲啊。夜色如童話，留下來來輕輕嘅腳跡，於世上勞碌一生為我灑，只愛用心行出客家嘅路啊。小愛嘅午夜，春天行過嘅花葉，南風吹過蒼蒼嘅夜，漫山碧來啪啪嘅雪，
看似梦洒嘅花叶，意外快慢如同世界，唔惊风雨落茶半夜，气温咸过山水。你的血如同花，暖暖嘅一条走到无人下，台上烟光片空中如花，点点嘅皮蛋啪啪嘅雨啊，你的血如同花，眼流下來輕輕嘅叫聲，唔是上路路一生為馬殺，只愛人用心行出人下家嘅路啊。你的血如同花，暖暖嘅一條走到無人下。台上煙光比湯中如花，點點嘅皮蛋啪啪嘅雨啊，你的血如同花，人流下來輕輕嘅腳車，唔是上路路一生為馬殺，只愛人用心行出人下家嘅路啊。只愛人用心行出人下家嘅路啊！欣赏好，两位主持人好，我好久不见，真的好久不见，好久不见。这个是阮老师哈，平常时某怂见不回来，某怂见不宅男，宅男啊，哦，你会有我宅吗？常进人，对，哎，这要邀请他的某案改呀，对呀，平常时去某汉对呀，我们这制作单位还特别派小马去哦，8人大轿扛过来，小马在他家门口跪了3天3夜才来的，求来的，真的会承受不起。真的，对呀，那平常要邀约你的很难的，因为我都躲在家里录音室跟机器相处，跟人没办法相处。哦，所以都是已经机器化的。你都在跟哦，都在跟机器聊天，是不是？讲话都要用手机吗？阮老师你好，他后那乱用。哎，阮老师他是第22届的金曲奖得主，最佳专辑还有最佳这个好像陈年往事还要拿出来讲。一定要，你一辈子都可以讲。哎，这个得过一次以后一辈子，对，你就一辈子的金曲歌王了。到现在都还民国83年了，对，到现在还在讲，对不对？这个是我们的个人的一个事迹啊。对啊，对，不讲出来没有人知道，至少还有人会记得。有你们记得，当年都有啊，每年都有啊，所以一定要一直讲，提醒大家。而且奇怪，又唔係客家人，即係你是用辦法接觸到客家啦。客家文化想要從客家講。當年唔好嗌嗬，我嘛梗要做客家人講，人家講。哎，好朋友哈，那爛朋友，幫我介紹哪一個爛朋友？哪一個爛朋友？就是當年就是誤入歧途的哪一個？哪一個是哪一個爛？這邊的爛朋友嗎？他以前曾經出現在上面，叫做尤兆琪。哦，你们倆唱民歌唱多了，然後有一天就是碰到尤兆琪，說哎，他那時候他不務正業，他以前是民歌餐廳老闆，然後大家太感動你，真的假的？真的，他長得這樣，跟長相什麼關係？人家好歹也是中立大地主，就是因為他長這樣，所以才能當老闆。你要說他是他就沒有辦法在台前，因為長得漂亮的、帥的都要來主持，是不是？我可以回家了嗎？請留步，請留步。劉老師這個大師級的人物，真大家都一直被我們虧，這樣的，不好意思。給小矮做他感我一做下去，哇，20年了。哇！然後就一直專注在客家的路上。其實我寫的歌自己也算不清，大概客家歌100多首了吧。哇！全部有出版的話，大概有100多，著作等身了很多，大概70-80首。可是我做的唱片應該有
应该有你制作的唱片好几百张的客家专辑了。那哇单曲的话大概1000多首了吧？哇，因为我都是窝在录音室里面在那边。那我们客家唱片通都阮老师出的，川戏，对啊，我跟你讲，有一个人赚蛮多的，那个人就跟我搭配的很多，就是孙慧茹老师，因为合声全部都合音都是他，是不是？点穿啊，点穿啊，嘿啊，而且老师还跨时代，没有，我就帮阮老师打折哦。哦哎呀，我讲出来了，糟糕，大家都要我打折的产品。对啊，张慧茹老师默默的躲在后面转的那个，他穿模影碟啊，那个。好厉害！不，你们都是为我们客家贡献非常大的这个朋友哈。谢谢客家朋友对我的支持，真的。谢谢老师。虽然俺没客家人，可是算是客家西龙了，大家都把我当过，因为你看他会讲、会冲、会下，全部都会啊。哎呀，所以我跟客家人其实没有两样，因为住在客家庄。其实已经融入客家了。对，好，今天真的很难得，真的可以把你求来哈，从我们他家堂，哎呀，他的抖音谁啊？不是阮克勇，哎，大家都常听到他的歌，他到底长得怎么样？我唔敌啊。他讲唐东该两个两个打电话问俺，老师听说你90几岁了哈。都以为你是那个林展毅老师那一代的，不是，是少年郎，帅。好了，那谢谢你啊，谢谢大家。今天可能要麻烦你当一下客座评审，好不好？好吗？好，非常感谢，拍谁？那请回座休息。谢谢，老师抢一个可以哈。7分水比赛规则，每礼拜有无同样的主题，参赛者去加选歌的。经过6礼拜嘅比赛，累积分数最高嘅前3名就做得今年度年冠军嘅比赛。係啦，嚟，比賽要開始啦哈！先講一下評判嘅規則嚟。嘉修老師。哦，今日嘅主題哦，你知道嗎？可知道很多人就突然間想到哦。佢啲人都攞完木子好誒，做乜幾多誒？錄音搞嘅生意今日主題是俺嘅洗腦神曲啦。啊，洗腦神曲。洗腦神曲。對啦，跟阮克勇老師一樣啊，他那個什麼搖滾賣酒的，對，沒有。根本就要所有的權利拿出來，然後給魅力吼，大家提供，俺唱歌噶。簡單嘅歌，咪做嚟攞佢唱到唱神曲啊！好唔好？好，大家加入。好，陳先生。然後唱個神曲啊，今天冇唱冇神曲都冇好了。不會啦，大家有備而來，冇問題啊，我知道。好啦，加油哈！來，有請 TV 來精彩帶來客家真情。來，彈個啦。做拳一視同仁，求財是上天，人人都係開口情，以愛關心人，望大家同一條心，將一切給真情。天本沙比送給你。一視同仁，求財是上天，人都係開口情，以愛關心人，望大家同一條心，將一切給真情，天本沙比送給你。
来明泰国，这首真的是客家神曲哈。哎，正经神曲的吼。客家真正一条歌，我相信迄审美客家人吼，应该只有弹过一条歌的啦。咩算迄客家的国歌吼，还有客家本色。客家本色啦，西门安讲啦，也算早期的。嘿。啊，一条歌的安尼节目开台以来哦，之前因为可能新创作的歌较无按多嘛，哦，一条歌迄安尼比赛歌曲统计过第1名，选播率第1名的，嘿，最多人冲两条歌的客家真情。爱的，不能唔会唱个唱歌都会唱的，系啊，正年轻世喏，有一条是歌的董流行啦，大家唱起来董孙后，所以人生结果也做得好。这首歌是吕金守老师写的哈，是他的吕老师其实以前也写很多台语歌啊，后来才转化成原来他是客家人，你们晓得会客家歌呀，而且他的客家歌很多也是非常的流行哦，真的，好，赞，谢谢，谢谢，好，安尼唱一条歌，唱在唐先生的公屏啦，好，嘉许先生，好，金城。根本哦，中国根本他没降气，然后这个可能我们今天的那个老前辈在了哈，一直有针对性，本来都会想说他应该跟吕金守老师大概同期。其实说这首歌是我制作，你制作的，正经哦，所以你看嘛，差不多哈。哇，正经差不多。有一些我当年的版本，这第一次入围金曲奖的就这一首。哇，莫简单的，我真的很难得碰到跟我公给用那个慧茹老师，公给用慧茹老师。以前只要找和声，经常找不到，找慧茹老师找不到，可能就被他抢走了。啊，原来如此，横刀夺爱了。不过各位金城哦，我真的今天特别要给他鼓励一下。跳过中国哦，他就是很犟气。中国他就一直想表演自己的技巧啊什么的哈。因为某 Q 龙哦，是在个就是咬字啊什么各方面就柔软很多了。从讲法某从跳过吼，我一直觉得很可惜，就是会唱歌，不过总会就一个感觉就是一上来就是这样啊，我是歌手，我在表演给你们听，那种感觉冇空洞，你知道？上下做格数歌，你就让人感觉说，哎，然后你讲发啊，然后我把我的感觉给充分听啊，根本是有那种感觉，所以根本呢，我个人给你的分数是比以前好很多。谢谢老师，好多少呢？看一下，给个分数来，精彩的分数。工作都辞掉，9V 都要来参加比赛，差不多快吃土了，快吃土了是不是？大家都快吃土了，最近。只要是客家社团有舞蹈班的，几乎每一班都会跳舞。真的呀？对，而且这首歌曲呢，在新北市政府有列入就是舞蹈班的指定曲。你数天数做朋友。看一下，给个分数来，精彩的分数。好。谢93分呢，93分数做得好，做得啦，恭喜呢哈，好，谢谢你，先回做休息，好，谢谢，还有1礼拜哦，一礼拜，好，加油，飙一下，加油，还会站内八字。刚刚讲到客家真情哈，嘿，安尼之前呢。选播率第1名，后来吼，像什么热头发，还有什么热公公啊，吴彦发，钟中英啊，还有啥嘞？但他以为要唱那2条歌，热公公没嘿。热公公，看你安尼节目要接糖度，嘿，慢一来唱来啥嘞？请家期待了热公公。好来弹看啦。日头照亮明天，愛行那一條路。
个故事，我已经将西塘倒台，对头摆的流转。夜光高上彩落，根本的爱人变那么一样。听的讲台下讲有的老人家来戏的上影童年。嗨，家庭好，金娜姐好，罗哥你好，你好。好。一条咩安尼哈，节目国歌之一，对，而且你听常光之前的比赛时间，有唱过那条歌，有唱过，有唱过，有唱过，你来比多摆呀？听一摆，听一摆，听吗？听一摆，真的，正经哦，带几一摆看认真。今天都来比赛，会拿到好成绩。他把工作都辞掉了。工作都辞掉，就为都要来参加比赛。对，那你没有第一名怎么可以？对啊，压力很大，是不是要赚生活费？反正那个工作也没关系，就是他在家在妈妈的店里，对，差不多快吃土了，快吃土了是不是？大家都快吃土了，最近。顺便准备一下。对，在家都很认真在思考老师，就是一直在翻以前的影片，然后一直在思考老师说的话。我就想到有一句很重要的，就是世慧老师讲说要认识自己，对，要认识自己，然后要在。要走出自己的路，树立自己的风格。对，所以我就也是一直从内到外都在试着找自己的风格。然后当我穿好自己的风格，打扮要出门的时候，我妈说我像拾荒老人。你就跟你妈说这就是拾荒 style 这就是我这样像拾荒老人哦。这样哪里像那么时尚？不是我自己在家穿的，我想说。要找自己的风格，然后我其实我很用心啊，但是他就觉得说我是东剪一件西剪一件，有就穿套身上。那是一种 style 啊。对啊，那是一种风格。对，而且也去冲国也没中用啊。以前有去搞个迷找到自己的味道了。你有找到自己的路了。真的吗？还在揣摩，还有。我觉得啦。但老师是不是这么觉得？我不知道。我来听一下老师哈，广泛。来，请四位欣赏。佳琪，龙岗请你有把我的话听进去，哈啊，因为中国亚件事情啊，对我来讲很严肃的，所以我知道应该係講感情到位，即個心情到位。对美术馆去甲上好，去甲样板冲，安尼精神的话，应该就无嘛问题哈。继续下来较多的部分係技巧问题呀，嘅部分，因为他在一直不断的出现4连1的状况，如果音乐底子不够的人，要提防很容易听到瑕疵，所以呢，记得其实 pop 的部分的运作运用，你一定要记得，它必须要有一个基本动作。这基本动作可能手机拿起来，节拍器下载一下，听着练习，会有进步。好啊，所以可能要注意下几点的哈。OK， 好，我们来听一下金曲歌王的阮老师。廖树国其实哈，来讲真经的哈，这首歌其实非常难唱。其实这种歌配乐越简单，底部其实要有好几层的东西，叫口气、感情。层次，还有刚琼威世慧老师讲的，有些地方很黏，它很黏的时候就很难唱。那主要是层次，它每一个段落，它的口气都要不一样。比如说副歌，第一次唱你可能唱夜公公，有点感情；第二次唱比较出来一点，夜公公，那感觉不一样。所以你要分层次。那你既然唱了2次副歌，那你就要，可是我感觉上好像第二次你只是比较用力而已。对，他第二次有要放出来，对，你要放的比较出来一点。那今天的配乐这么的优美的情况下，就像世慧老师讲，很多底部青头的缺点全部都曝光了。你本身感觉就是你的气不够，因为你用的发声方式可能还要再改进一下，因为全部躺都你自己的口腔的声音而已，我没有听到你的丹田。希望你继续加油。什么欣赏？好的，很好的建议啊。
对啊，所以有时候不要太 gay 搞啊。好习了，好习，要学习。分数也不错，很难讲哦。来看一下，快点。来，看一下恰卡几个分数。前功尽弃。忙一听啊，还有一个礼拜，加油！谢谢，继续加油。沙雷往别下带来，大家来跳舞。哦，一條歌係咩洗腦歌咧？嚟彈下啦嚇！日本语风筝用，不是去读书，你数看书，做朋友，悠数个飞飞数，是不牛，泡泡数，心欢喜来跳舞，飞了飞了飞了飞飞，1、2、3、4步，飞了飞了飞了飞飞，1、2、3、4，飞了飞了飞飞，台上唱歌跳舞，飞了飞了飞了飞飞，剪刀手跳舞。风筝用大家来跳舞，数天数，嘿好朋友。日本语风筝用，不是去读书，你数天数，做朋友，悠数。飞飞数，是不牛，泡泡数，心欢喜来跳舞，飞了飞了飞飞飞飞，1、2、3、4步，飞了飞了飞了飞飞，1、2、3、4，飞了飞了飞飞，台上唱歌跳舞，飞了飞了飞了飞飞，剪刀手跳舞，日本语风筝用，大家来跳舞，数天数，嘿好朋友。风筝用大家来跳舞，数嘿好朋友。开头来跳舞，哎呀！哇！dancer， 哇，这是美少女耶，美少女战士群呢，这里其他有前头哎，来，请站前面一点，来，排一排，来，提到欣赏的旁边哈，来，哎呀。哇，碧霞老师，你真的是完成你的承诺哈，完成你的志愿啊！志愿，所以今天是来还债的。所以说进入6强，就要来跳舞嘞，你要把你的学生带回来，带来节目当中，对吗？因为这首大家来跳舞，就好像我们的小苹果舞曲一样，对，在客家界是非常的轰动的。只要是客家社团有舞蹈班的，几乎每一班都会跳舞。真的呀？对。而且这首歌曲呢，在新北市政府有列入，就是舞蹈班的指定曲。哦，是。所以这些资深美少女啊，前社团美少女就对，他们每一个都是阿嬷，都当阿嬷。都阿嬷了，对呀，那这些阿嬷，你行人啊，客家人啊，全部客家人哦，哦唔係，客家人啊，唱高你喊你多少啊？70。哇！70啊！70歲，70歲，你做阿婆嘛？有啊。你做咩孫呢？2屆。2屆孫呢？哦，20歲，22。22了啊！那你们这几个当中，就年纪他最大吗？姐姐了哈，胎记哦。哦，那你呢？你几岁了？我今年18歲。18歲啊，最小的啦。那你不用讲，你也18歲。對。他2邊18歲就出來了哈，通通18歲了。你們跟老師練多久了？有幾個月。練幾久了？應該是年前開始練的。過年前開始練的。過年前才開始跟着老師一起練。哦，才跳這首歌哦。那你練的可能還不夠多。我剛看你好像。
对呀，他很像在隔壁包厢自己跳自己。对，好像在那个复健的时候常常会。冇啦，给他凶一下呀，你啊。还在。你讲手软跳就好了，那最重要的是脑眼气氛啊。对，系啊，哈，今日有欢喜啦哈。嘿，有欢喜啦。欢喜啦哈。对啦，欣赏天数呢。个都欢喜。真的呀。好，安尼啦，根本伊因为欣赏带日来唱歌来跳舞咪哈，系啊，佢创题了。创题啊，唐先生的贡品，哦，按就是先有请也都先海一点，哦，这些哈，什么？谢谢美少女组，谢谢美少女舞团。好，那你唱完了，来看老师，唱赵薇欣赏。我非常的懂肯定你根本嘅挑战自家嘅心，还有个想法，因为。你人家知道讲做唱跳歌手很不容易的，对不对？真的不容易。因为我最近也是跳那个洗手舞，跳的。对哦，那个这唱跳歌手。NG 了几次？我 NG 了21次。哇！第22次才成功，所以你就知道唱跳真的非常不容易。非常。所以我觉得碧霞能够挑战，我真的在。我觉得在你的想法上，我就给你100分了。然后非常有活力、好看的表演，但是。你真的，我觉得除了练习之外，你真的心里要有拍子。什么叫唱跳？你知道吗？边唱边跳，你到后面卡住口水部分，我就不扣你分了，因为我觉得那真的很辛苦。可是你知道吗？你整首歌你拍子都在前面，你一直在往前冲，老师好像拉不住你了。你知道他，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的动作跟你在唱的时候，你的动作你没有一致。什么叫做一致？你的脚踏下去的时候，那个才叫一拍。就是你的脚抬起来踏下去才是一拍，但是你没有踏完，你就在唱了。所以你就一直在改，然后你整首歌都一直在改。你还比赛，这是比赛。我非常肯定你要挑战自己的想法，但是我们必须要回归到。唱歌这件事情，你是不是适合？我相信你适合。我觉得只要多的练习，然后唱跳一定要听，好吗？等一下就来看成绩了。我也不知道其他老师怎么样。那这个分数没关系，我们后面还有一集。好，但是你今天的演出真的很棒，再给他掌声鼓励，好不好？好，谢谢，很棒的表演。好，来看一下两个分数呢？好，来看一下王碧霞嘅分数。好。但至少就在6强里面有完成你的这个心愿嘛，没有错。好，谢谢你啊，谢谢这么用心啊，谢谢安志先。很认真，什么？好来撒了，撒了用力带来，你头落山1點半。哎呦，你头落山了。1點半。牛妈妈。
传统歌来做编那种节奏啊。系啊，系啊，你还给嘛个吉鲁吧？系嘛？你还嘛个节奏探戈嘅节奏。对。但也条歌嘅一种旋律，虽然是洗脑旋律，因为都三态调的嘛。啊，但是算洗脑歌吗？没啦，对你来讲啦，对我来讲，对你来说，对你来说，对我来讲算咧，因为我们对我来讲啊，因为我们客家人啊，我从小学的歌就是客家山歌平吧，山歌平吧。对，我看一动乐田。系啊，可能夹个民族性的问题哈，本身啊。可是我很多心事都藏在心里面，我从来不跟人家讲的。我是真的。对。是报喜不报忧。对，我在别人的面前我就是乐天啊，我在背后哭死你待会代志。哎呀，对，我看得出来他应该是属于这种的。没有，至少我们在外表给人家看到是快乐的就好啦，对不对？只要适时的放松渲染到偏移啊，莫老悲伤带给别人。对，把快乐。悲伤留给自己，对，把我的又来了，好，来你欣赏，我非常喜欢你的个性，因为你的个性就像牛哥说的，真的是带给人家很多的欢乐。然后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就是你的个性其实会影响到你冲狗，好，其实你有非常漂亮的声音，但是你冲狗的时间，你常常都不会去想你唱歌。好，我要怎么说呢？你看这个歌有4段 Q 用跟旋律，你每一段虽然旋律一样，但是它的歌词有一样吗？不一样。某 Q 用，你要去想它的歌词每一段到底要跟我说什么，要花脑袋去想。再来，我们看到每一段中间有间奏的时候。你看，你唱歌的时候你会比，可是你间奏的时候就在那里，我觉得你都没有想，你没有做好准备。好，那为什么我这样说？也是有从一件事情就很清楚可以知道，每一个的那个咪嗦这个音，你有的人有的时候会到，有的时候却到不了，这是为什么？因为你们没有用心。没有用心去准备唱那个高音，所以你的高音明明可以唱得上去，可是你有的时候到，有时候没有到，因为你没有做好每一次咪嗦的准备，好，就有点可惜。好，谢谢加油。什么先生，我们来唱陈老师。好嘞。廖树国其实放在比赛的最后阶段是一个很不好的选择。然后你讲，比赛哈，就像 NDA 比金曲奖一样哈，你一定要有创意。你们俩也做过金曲奖的评审嘛？改编而已。对，你要有一个创意，在最后你要拿分，在最短的期间内，这样子的像3大调的感觉，很难拿到分数。要不然就有创意。其实你在比赛时间一定要玩一点心机，你要能够赢过别人，一定要用一点心。就说慧茹老师讲的，你要用心去唱。我也希望你虽然心里会有很多苦闷，开心可以让你唱出不一样的感动。我希望你去挑战未来，不管这个比赛结果怎么样，我希望你像我一样，你唔系客家人，人家唔系客家人，可是我却做到了客家人做不到的事情。我希望你可以做到自己开心的事情就好，不管别人怎么看你，做你自己就好了，好不好？谢谢老师。对，我觉得就是像上个礼拜一样的，边卖菜边唱歌啊，那最棒。卖菜水果。来，看一下分数哈，看下永利嘅分数。什么先生，谢谢。做得了，可以啊，上班跟卖菜一道份。就是唔跟请狗粉的。我下礼拜看到卖嘛东西，所以礼拜天咯。系啊，上头卖嘛的。好，前3名我编一个。哎，试看看。试看看，加油！谢谢。安子姐，回头也可以哈。好嘞，沙來馮善義帶來望春風。這幾條歌也無伴嘅旋律係嘛？有客家版本。因都洗腦歌嚟。剛曾壓進夜空家。不理你了，不跟你講。好想哭啊，怎麼辦？沒關係啦，唱完了就謹記教訓。
好啊，是，不理你了，不跟你讲话。好想哭哦，怎么办？没关系啦，唱完了就谨记教训，好吗？哎，对，下一季再来。他也归够了。对呀，还有1礼拜啦，除非有什么大翻转。哇，这好气哦，大 trouble 很难的啦，应该不容易，因为大家成绩也都不错。对啊，你上个礼拜本来已经分数已经纠转来了，已经救回来了。你会写2条歌哎，这歌很好听啊，可它其实词不好记，它3段都没空用的歌词。就是你会想要再去重新记这个词啊，对啊。其实歌词清楚。那你刚刚就唱台语的部分就好了。是啊，可能台语被自己吓到了吧？没有场是正经的表演嘅时间，歌词唔记得，正经几段就唔记得，你真的会整段忘记。对啊，哎呀，这年纪越大，记性越差哎。你才几岁而已。你这样是叫我们？对啊，你才几岁而已，我们这50几岁了，真的对。哎呀，这只能说就是不够熟，没事。叶老师，哎，嘉修老师，哎，是，我必须要鼓励你，就是说。其实在讲哦，我觉得他真是一个唱歌的料，从一开始到现在。我还差一点点，就是说，冲国家你的共鸣，一呼吸的时候，你的整个的呼吸的方式，他还是用胸式呼吸。所以他的声音老是比较偏高的位置，没有比较松。那今天可能来港口是感觉上说，他是不是因为这样的方式？因为前面第一句一出来，尾音切的稍微早了一点点。我知道是因为听到前面老师讲过说要把尾巴收得漂亮一点，所以你就切了。但是你切的就是感觉上不是你想重新切，是因为我真的没气了，所以感觉上是吸就没有吸进去，所以那个时候就开始有压力了，一直一层接过来。所以我希望你
剩下就那个1个礼拜的时间，学腹式呼吸没有太难，所以回去你就稍微练一下，就是记得你要把吸气的时候是腹部是鼓出来的，肩膀不要凸上来。我刚刚一直注意在看你的肩膀，我就觉得一到换气，肩膀就上来了，这个方式是不对的。那你在唱歌就会觉得越来越有压力，因为越来越不对了。我感觉是觉得说，你没有把这首歌真的把它折腾掉，到最后忘掉之前，你还是很努力的想把它做好。那掉，我们都很肯定。最后一关，那希望你尽量的，第一个把你的共鸣方式改过来，第二个把你的表达方式用一个让人家想都想不到的方式，让他觉得说，哦，又被你抢回来了。这个才是你真正厉害的地方，好不好？好，加油！谢谢老师，请师弟先生补充一下。好，因为望春风来讲，还有两个黑发还没有到一定的熟悉度，所以有上升记歌词的世界，你没有办法回到客家本质上面去想歌词怎么样去背，所以按那方式以后，虽然有当后堂的歌上，不过呢，在这个地方你就会出现了一些我们讲的反差，所以这个反差你要特别注意。我会希望在这个舞台，大家6位都能够一定非常好的成绩，继续的往上爬。那星宇也是一样。好，我希望讲，不管今比就像刚刚老家去讲找自己这件事是当重要的，不过它总是起起伏伏。可是我真的很希望你们都有另外一道光芒，不断的在客家发光。OK。好，来看一下分数。好，看一下王心怡的分数。真的神仙也难救，没关系，没办法，自作自受，自虐是吗？经验，对啊，对，这真的是经验，真的没办法，好吧，谢谢。那下礼拜还有1个礼拜啦，能补多少算多少。运动家精神就是走到最后，把它唱好。好的，好了，好，加油，谢谢。 OK， 好，什么？也可以哈。好了，杀了，陈有贤带人，你啊，哎呦，不错，有没不会？是这个吗？嘿啊，改的吗？你等下糖就低嘞。我对，糖啊。心跳中已老，你强下做盘旋翻，还记得也简单的一半，面对面冷规则下做，还轻笑暖体贴情悦色彩。 ngàn cả ý kể xin đủ tay đến bên xa theo theo nham nham cảm cùng môi kia miền tùy miền đâu xa cảm cả công hy pha cùng đâu điên đâu nàng buồn hết dần hết cả感动你不在，我爱的只有你念念，那会我头都要走，一个两个三个你，爱的到底有几个？莫搁讲别再话，我的心就要听，甲一直流。 心跳中已老，你。
遐一记得也简单的一半，面对面双目对望，规则下做，迄清少年甜甜情的所在。无想到遐条歌也做咧编到客家哈，真的语言真的没有分地域哈国界，真的。唐有琼用暗后堂啊，暗后堂哈。但是说真的，这个娃娃把这首歌写得太好了，对，而且他本身唱歌那个气音，他本身唱的不能冲呀。我想很难有人出其右啊，就是很难有人超越他。对，但你今天唱的不错，不错。有那个味道了，大概有20%的那个味道。87%，来了87%，20%，你是不是太少了吧？不会，吃的还不错，还不错。你说都脚踝甜甜。对。那条问你我想我从来，因为有个时节亚述国都宣传期个时节啦，就常常会有就是很多人在那个网络上会挑战就是 A5AA 这一段这样子，对，还是想讲亚马狗应该。因为就只有听到片段，可是就不知道这首歌在写什么，然后就松明去看也还蛮个狗诶，用路当宽。嘿，你用我有听到呀客家版本哦。呀，客家版本迄爱先写过歌词，跟爱个唱人老爱看歌诶。哦，有唱欣赏老爱看嘅歌詞就出嚟。嘿，愛自家有改歌。哇，安尼以後一條歌嘅客家版本嘅歌詞就會很強，是吧？我來迄人家老愛改歌誒，我的版本那個老師在幫我修改過，這樣子。他幫他潤詞。對，再潤過歌詞。哇，好聽啊！創作用版哦，那唐先生嚟講bien好。唐澤比先生嚟講一下。來，這個同幸運吼，大概看到線數第6強包梅。存量300，太家都会挑战一家，但是有时候我觉得挑战慢了一点，好，就是你想的东西，你可能在进10强的时候就要多想，好，你就告诉我自己，在这进入10强、6强的时间，来歌曲要用蛮分批，要用蛮限歌的，你爱分当多比赛参赛者伊建议吼，我先讲有些礼拜。我知道你唱这首歌曲进步当多呢，不过呢，因为。安泰地，哦，安泰地，好，就整个啊，你看这个女的可以娶哦，好，嘴巴那么大。树床啊，草姜西哦，你看个酸吃个米汤，屁他精神都来咧，主持人在高雄路呀，在故乡里路。我先讲有些礼拜，我知道你唱这首歌曲进步当多呢，不过呢，因为你也知词吼，迄改歌的。因为太家都提讲你啊，这首歌曲，魏如萱已经唱出高度了，他已经唱到高度跟深度了。故说讲，他非常非常难唱，就像吉娜讲的，没讲来 C 想唱出后，你刚刚就是犯这个毛病，你以为你是在轻声细语，魏如萱在唱的时候，我都形容它叫做轻描淡写的感动，它是不是很反差？感动怎么可能轻描淡写？这就是这个。他嘎词很难的地方，你看你后面那个台语副歌的地方，我可以给你100分，但是因为这个客语词它太难发音了，然后你也得了传染病，对不对？你是不是也忘词？你除了忘词，你气也根本就不够，你在前面部分你根本 hold 不住，但是你有一个非常厉害的优点，你竟然中低音下得去。这是我觉得非常意外的，那表示你进步了，你已经进化了。那你要注意的就是气，还有你对整首歌你要怎么样 hold 住你的气，不是小声，
是轻描淡写的感动。这件事情你好好想一下。那关于怎么练气，或者是还有其他的优缺点，我就看看专业的慧茹老师有什么意见。好，像费先生。我怎么 cue 他？正要 cue 他。真的好。其实泰嘎每个老师都很专业啦。我想，因为大家都是歌手，都知道，都曾经在唱歌的时候遇到不知道怎么诠释的时候，会去想我要怎么诠释，怎样去用这个气把这个声音把它做好。其实根本应该谈你冲狗，我觉得你有进步。说真的，你不会再像之前一样，啪一直把气拼命的送，拼命的送，送到最后都没有。这个我觉得大家都能够听得到。你前面进歌的时候，其实那个气的刚刚好，你不会这样子一直送出去。但是这首歌真的有点太难了。然后如果说，尤其他这个歌词，因为你改成客家歌词，有很多在吐字上面就没有办法让你能够做得这么的自在。好，这个是一个我觉得是真的要去想的事情。那我觉得你前面你要知道前面下歌的那个颗粒跟稳定度跟你送气的这个距离，我觉得是漂亮。但是一定要有肚子的力气去撑住它，进步还可以更进步。你今天已经进步这样，下一次练习在这样子一个控制气的前后之后，再多一点深度，会更好。好，好，谢谢先生。来，看一下改个分数了啊！看一下陈永贤的分数。好，哎呀，比心宇多1分啊！一礼拜啊，加油啊，继续加油。好，安子姐，好，回头休息。传统出清明天一礼拜的节目，都是天一个礼拜嘞。好，下礼拜就提供蔓延我得到那个清果的卫冕了哈。嘿，抽到个宝贝啊。好，来呀，进行比赛来介绍评审先生咯。李秋霞先生、苍永平先生、罗莹莹先生、恰提贵先生。所以清明天一礼拜，还要讲一下那评分的规则啦。当然，请秋霞先生。今日主题是幸福嘅萬家鄉。幸福嘅萬家鄉。幸福嘅萬家鄉，家家都有乜嘅。像安尼装下面床头边有人讲哦，你家里要飘出什么香烟，有没有？像俺有好是空用嘛，所以今日看安尼沉水在要准备乜嘅东西出来哦。所以你要将你一个最好的幸福好滋味，用歌词诠释出来，唱出来，加油！安尼今尾安家有同有事嘞，哎，好多人呐，呀，真的。今尾同胞。哎呀，我唔知咧，做嘛要报啊？哈？唔要说唔报诶。唔系咧，那个裙子好紧哦。哦，那个裙子紧啊。好，来，介绍 TV 沉水朋友。TV 刘秀玲带来落山歌。弹过来哈。山当外说，
來幫啊，幾亂高修婷姐姐好，然后你松点评论。很好，嗰個狀態很有嚇，很有東西好食，好啉好食咧，很有茶好嘅酸梅湯。最早嘛，最早嘛。因為迄金邊唔介紹嘅，你又嘅揾家用，唔知酸梅。係酸梅煮茶嚇。哦，即係點樣都係酸梅嗎？係啊。一梅，酸梅，哦，一桶係酸梅嚇，然後呢那個浸。然後嘿，浸了咧，汁原汁是從，嘿，你係原汁，好，然後呢，佢係純糖，你要食佢嘅鐵色，佢鐵色佢係酸糖，冇撈嘅種乜嘅，那個叫什麼糖精？糖精，哦，一般你市面上你食到那些有一點點糊，就是不一樣。然後呢，你要酸梅係你係性異香，係那個親戚先生的，嘿，親戚家。嘿，啊，所以呢，佢太重啊，你是先去炸咗來，係，然後自家洗，唔要咧就係自家去做好，你那個拿掉咗來，去買啊，我錢你都收嘅啦，其實唔是錢，你收錢，係啊，佢咪送嘅是啦，你是嚟佢咪送嘅，係，你等下買些佢送嚟，係，啊，你係幾輪個唔自家做嘅？幾輪個係，你叫你網絡買到最好嘅，這個係，對，乜嘅。就是我可以有一件青油苗嘛，係江苗係江蓮，係香港所對面有種安尼水最有名嘅做，係都是網絡訂購，你去就出冇排隊啊，出冇排隊的，係冇排隊的你排唔到，你要老不通，哦，你要本身是係原味的哈，誒，安泰地，哦，安泰地，哈，哦，就整個啊。啊哦，哦，你看這個女的可以娶哦，嘴巴那麼大，一點不會浪費，唔會浪費。好什麼？好吃啊，原都有啦，鹽味啊，那再一個黑糖，不是，你要再吃一個黑糖，你要比較一下。我被傻子穿啦。不會你嘛？不要。哎呦，好吃嗎？哎呦，黑糖的，貼片哈，抹空薑哦，抹空薑，這樣回去想試試看。對，吃寬了，應該還不錯。這還有糖餡在裡面。一點都不假。金曲歌后真的一點形象都沒有，好吃啊！好吃哈。跟你送東西本來你吃，我們就是要盡情的享用它。你是幫妹茶，好吃。妹茶是不是大家？妹茶。對，每個人從事講，食咁樣講，食嗰種係嗬，你是幫。我啉看看好冇？啉看看，對啊，唔可以酸哦，係啊，哦，所以難怪，難怪你報紙都按好啊，等於都啉酸梅湯啊，你係啊，啉到你聲音按好。最愛。那唱蛇就睇我最好水酸梅。哦，所以你身體沒動過哈，還比較酸性，但是太瘦了，不能吃太多，要限制，總得血糖度。哦，不算用啊，真的是他多的，因為他的手總得要控制。好來，安尼來介紹東西，介紹睇哈，來唐先生的講哈，講酒下先生。修婷給米酒呢，洛杉磯全是都非常有多米，米稀又多，飲質也非常好。但是你要注意，就係你沖嘅時間，雖然洛杉磯會持有人沖，但是你個輸飲嘅時間，唔好講一下頭前當沖入，後邊你來嘅時候，你輸飲比起，尤其最尾一句，你氣比就比較還不足。我呢方面你要注意用強藥嚇。還有聽一句米稀多，然後天時機。幾多講嘅啲亂講啦，米絲嘅絲轉咗冇強咯。我根本你聽一句米絲嘅絲，然後幾多講亂絲兩隻轉咗係強咯，會比較好聽。你聽時機幾多講轉得非常好，但是米絲不要很硬，米絲多啦。你看你米絲呀幾多？
给人过那，唔该，咱是转得真好哦。啊，米丝就比较欠一点点的，吼，跟米汤吼，所以你一定要做唔了了，就算去做比空量嘞，按放起来吼。其他非常好吼。今日亲除了我刚讲嘅缺点以外，你今日发挥得非常非常嘅圆满，好，继续加油！好，先生，我看一下讲嘅本书了哈。我来看一下刘秀婷的分数。谢孟老师，谢孟台长，旗开得胜呢，96分，谢谢，谢孟台长。对，鸡蛋糕哈，这个高嘛，分数就越来越高，步步高升。还有什么奖金上去？系咪啊？奖金上去啦，奖金上去了，你还比了？我也比啊，他个本来。还有什么梅子？要帶來就出嚟。好啦，安子說恭喜啊，下個禮拜哈，禮拜哈，加油加油加油啊！再力量走，好，對，可以啊，很有。那就都有我的口紅印了。哎呦，那就你就慢慢喝了，可以減肥嘛，哈。係啊，減肥啊，以後。一杯沒有用。你幾兩個批下伊就冇拉咧。好啦，收嚟吳批雲帶來3個字。好，係嚟一比半吳批雲先哈，嚟。哎呦，哎呦，見行落來見4零分，哎哦，你喺嘢幸福嘅米湯，係啊，你喺乜嘅？客家炒肉，客家炒肉，人家本地嘅本嚟識啦。我留本啊，我留個廠嚟夾本。啊，留本欣賞，雖然看手下欣賞，杜氏瑤咧，可能杜氏瑤咧，你去欣賞一下啊。拜秋安嘅，你六個色咧是叫名料啥？神佛的。有94先生傳誒，你們欣賞嘅先識啦。誒，真的。也是傳統的客家米啊！哦，我是講，來，做得冇？那夾從誒夾嘅用嘅，係啊，有，誒好食，哦，慢做誒，喏，我聽媽媽講下做誒，哎呀，厲害哦，你要不要做啊？係啊，也係切菜切媽媽炒誒，也係跟牛係你炒嘅，你買切葱誒，哦切葱，難怪有媽媽的味道誒。你在訪問嗎？要送碗白飯上來。他想吃白飯。這個真的要配白飯。對啊，因為有拉鹹哦。誒。感覺有拉鹹哦。啊，這做較鹹一啲。啊，客家人是較鹹啊。係啊。做得啦。你阿冇是太鹹。天空。唔係係運動。係運動嘅唔。一重嘅係。媽媽切格種嘅，哦，硬槍啊，一係洋葱咩硬葱，我用洋葱硬葱啊，因為外面的
诺贝尔你买就会什么三星葱啊，要什么葱什么葱？秧葱。嘿，个秧葱呀，嘿圆葱。自家种的圆葱。嘿。还有有机的。嘿，有机的。里面肥料是什么？用个呢？自家施工。两毛施工，两毛啦，两毛。哎，真的好吃哎。很好吃哎。哦，啊你给葱退了。嘿，唐先生公平哈哈，请教钟先生。譬如创业三国志吼。伊本身的条件算真好，声音也伊亮。但是我可以了其第位建议就讲，可比讲佢后风讲的创意，佢创也有啦，但是三国志常吼，要创较软一些啦。后风来讲，做得佢做得。大家创较软一些无较好，也给汉一百给做的，再过去进修啦。假使佢也创了一段时间以后，我相信佢会更加可以做也个较好，创比较好。加油！我啦，今日用嘅所以以后，有那个嚼劲啊。客家有客家的米汤，有客家草较咸一啲就较好。好，加啲辣椒很好。好，好啦，来看一下分数。看一下吳飄瑩嘅分數。哇！客家草有96分，客家草有96分。真的痛慢拿出来，刚来都会是偏短的时间，如果拿出来。啊，冇凶到啊！哎，打很慢的，在分数以后了哈。系啊，恭喜，谢谢，还一礼拜哦，加油，好，谢谢，謝謝，歡迎下。好來，好，沙來，沙來，彭清修帶來羅山歌。好。你看个酸吃嘅米汤，个屁哈精神都来咧。主持人咧高勇乳吓，在故乡乳啊，老哥。高勇乳。哦，人咯，乜嘅？
竹蟲炒薑絲。哦，薑絲炒竹蟲，知道嗎？嘿，做炒太蟲啊，係嘛？嘿，哎呦，你自家炒呀？嘿，聽講5點人就去放蟲來炒嘅竹蟲5點。要炒火柴5點水嘅煮料都放水，一碟煮嘅拿出來哦，破開來嘅個竹蟲拿出來啊，你啊？安琪哦，唔係啊，我味道要煮了竹蟲炒薑絲，要炒呀薑絲吼。我買3百個竹蟲，味道要炒下好食到嘅類啊吼，唔好講吼，這個南國嘅時節要軟軟啊。哦。研究看吼，安樣扮演開鍋，在南國嘅時節吼，他們軟軟。哦，跟伊3價買啊，迄單張1價買。我買3價。3價嘛，我半看啦，伊每價嘅竹蟲無共用哦。唔係啦，我大夫去買100，特夫竹蟲都係吃看啊，用生炒，用濕熟來炒，用濕落來炒。哦，佢基本上我用來炒較好。較好食。係啊。那芡筍吼，愛生炒較好食。生炒較車。啊，拿到按鹽來吼，愛濕杯落落來。哦。這個難食嘅時節，較唔軟軟。其實佢早陣就5點人就放喺度炒咩，啊拿到入來吼，啲花蓮來都係有少個人的，加按要啲加熱過。係啊，你沖過嘅時間你就要加熱。我哋試看啦嚇。哎呦，哦，好吃嗎？哦，吃看啦。哦，你吃飯人啊，爸爸清腔咧，所以都8塊啊用。哦，夾夾罐啊。係。哦，咁食飯。你冇按夾夾罐哦，我感覺冇好食。哦，叫加嘅酸呢。酸條。酸條面。仲下就又要解面呢。一般可能做薑絲啊，你薑下炒，你加炒蒜絲啊，加醋精啊，蒜絲，蒜絲哦，糯米醋，糯米醋，哦，每個種安尼醋精，細細個醋精清酸，但是當酸呢，又酸又酸。啊，香港人也薑，那太重有處理過嘛？哦有，用來處理。細動槍。哦，細動槍，唔係按油泡嘛個？冇，完全冇。蘇打粉啊，咩可樂啊，冇，都完全冇。完全沒有。就用細啊用。硬細槍吼，啊用10杯落啊。係啊，跟住按唔可以將人要到嘅炒，軟咬唔斷啊用。將咬嘅橡皮筋用嘅。要10個誒。哦。你當初條梅有是飯包嗎？好吃的，好吃的，這年好吃的，講出嚟。係，唐先生公平下，本期好食下啦嚇，창희先生。其實我感覺胖太姐對比賽多了下，就吃慢慢就啲個進步。因為從了羅山個講正經，其實體育季韓國嘅第三季。好，喺動員上，韓國人民咪做到動獎，好，所以呢片我感覺動好談好料理最惡弄呢片吼，韓國從嘅細節啦，然後特別嘅表情，好做到動好，所以從起來感覺動自然。好，是講可能就壓力，所以你係上吼，聊上司為就上。咁個羅山個上司就係安樣hin吼，同呢個原味就動聲音嘅，所以我感覺呢幾邊從到動好，係什麼呢？我對個羅哥呢是你係動上嘅學群啊，你是都唔會聽嘅嗬，你是都唔會聽嘅嗬，停下來，唔繼續講啦，本期繼續試。好，即係講我本湯大姐建議啊，哈，就係材料係每人數嘅時間啦，因為自家啲自家嘅缺點陳內味，所以可能來創業嘅時間，做得就個老機上可能用辦來表達出得岸上之外，好，喺做得老機來下創到一些數起來下強鬆，我想你可能係你做得就個進步嘅空間，是冇你，是冇，謝謝先生，是飽嗎？好穩啲啊！咁唔錯，來看一下彭清修嘅補充。吃遍後生。我
是很想吃啊，但是因为医生说没有嚼的那个也不能吃，有纤维太高了，所以我的肠子比较肠不适合。胃不好。那建议我就所有东西都可以吃哦，柿子不要吃。特别有说是不是？对。还有螃蟹也不行。螃蟹没有啊？柿子跟螃蟹在我们的空哈斯。哦，空哈斯。跟农民历后面。来看一下唐清修的分数。主宠超公司的分数较大哦，又是媳妇。刚毛本欣赏吃到了。哎呀，跟吃到一定要搞混。哦，主宠真好吃。好吃好吃。难得吃到按好吃的炒主宠，真的。唔可以好唔同。什麼？要幾盤我豆專業啦嚇。我們睇自家分享一下。係啊，裡面係之前嘅胎蟲要切過嚟。給補一下啦，吃長補長啦。吃長補長。好，祝福你。大家保重保重。好，謝謝。回座休息哈。你啱用講啊，本來想去死你，冇想去死啦。咁調曬你講啊？係唔係？來，沙來用幾難得來平板。真好，哎呦，按钮啊，你看俩还有摆盘呢，上主菜了。哎呦，摆盘摆到按家。七家做的，系啊，按家七家吃呀。没买啊。我那个阿妹买人吃好，还赚了七个10号种啊。你发誓？发誓。要做嘛七家做的，诶，做嘛头摆吼，生含细时吼。工人啊就会做，啊你看笋的按豆油嘛，笋的冇食的啊，所以就干那食个含水含肉甜，啊但是咧你啊做嘛迄个朋友做的，没迄自家做的，自家做的，所以转移让自家都夹啊，嘿，我就去买阿伯转来，我杀破了，嘿，我将来做，炒吧，所以木开啊，接水啊，好料理就做。公园章有食，公园章有食的，嘿啊。跟糯米煮做饭章油做呀嘞，做啊。做嘛唔做啊？你走马煮肉咯，你睇咪係。我生人好食暗肉，生人好食暗肉，千好食暗肉。哦，所以你就胆枪做暗肉的呢？哎，来試看啦，嚟。哦，試看啦。先試看下走馬。走馬，哎呦。甜唔甜的？甜唔甜啊？迄甜的，我老迄鹹的。走馬一般的鹹的。有些些的甜甜，要给它發酵啦。對，對是得按肉。哎呦，全部按太低。你奇怪哦，夾咩夾旁邊，夾中間。冇，其實全部都係有肉嘅。咩你冇骨頭啊？可能有哦，有一些些的。一些些的。
头发无先总体。味道如何？有腻味啊？有哦，这有钱泡过呀。我已经泡下去5年了。5年。哦，泡5年，难怪哦，很有味道。好吃啊！好吃啊，圆圆。好吃啊！哦。鸭肉不会柴。好。我来一堆嘛。没关系，没关系。我们欣赏贡品，上一下啦哈。先烫欣赏的贡品啦。像起过欣赏。遐个几日之前佢要带来遐个平板，坦白讲啦，又经过按多关的洗礼以后吼，浅浅的你对啊创业着平板啊、三国志甚至罗三国就谈深度咧，进步坦白讲也进步深度。但是我今日感觉又谈起来讲，遐个盐有一大个营养诶，因为我记得你创遐个对创。比如讲松盐菜盐就创到酱的调，酱的调来讲，就创到平板就是来创到4条鱼，今日你创哪条？B。B 调哈，所以就感觉到其实还有在发挥的空间，但是可能也不，迄人讲的保存一些实力啦哈，尽量到市面上的泡发的意思啊哈，但是做得做得升个半盐看来，多4条可能菜盐。从高盐部分，甚至标大盐部分，就莫创业比掉，创业按带到去大盐，我较有糖落，较有一些沙哑。好，迄讲廿个盐都有到4条去盐质酱，而嗰个本身熬丝越面啊，就全部都冇问题嘅嘛。也就看自家挑嘅，你叫我调整都较好啦，每天创作甚至我行较好。好，再加油！宋先生，来看一下分数嚟啦。看一下杨桂兰嘅分数。就是我都按枪啊，哎呀，今日唔单止准备好了，好了分数也按厉害啊，系啊，恭喜哦，恭喜，下一礼拜好嘛，好，加油啊，继续加油哦，好了，杀下来，杀来灵异见带来3個字，好嘞，彈開啦啊！哎，已经开过后，刚全部是还有口福哎呀，甜点来了，甜点来了，点心来了，有心嘛嘞，系啊，我哋甜啊，系咪？呀，都嘛个嚟介绍问他个，哎呀，攞開梨樹啦，開梨樹，因為有我哋嘅綠葉行有台北退休嘅，用公婆啲綠葉行買啲散嚟。我本來退休啦，結果佢總冇咧開梨啊，開梨嗰陣時家私無好，所以佢那將講家私唔好，開梨清甜啊，清好食啦。但是有報告佢嘅唔知品質嘅關係啊嘛，而家田地變化，結果家私無當好，佢想講佢做得做開梨樹嚟，反正買唔得，做得佢做整紮幾樹葉嚟，佢阿攞一家種啊。
一家种一家做哎。啊，一家买啊，你包装要真正。讲。我自己煮哎。哦。唔免讲我买来买。哦，大部分全部是都会黄梨酥啊，凤梨酥哦。亲手是都还没试过诶。基本上讲，而家黃梨酥在做了，開梨酥咪做，你研究真久呢。哎呦，我試看啦。有沒有試的？可以哈，很切面。哎，今天還有肉塊哦。肉馅有因為給嗰甘味類嘛，甘味類所以有點雞味。有點像個金雞哈。今年個皮都拿做落去啊。有皮嘅味道，有個香味。甘皮啦，有免當成熟體，要腐腐嘅熟體來做啊。好食咯。好食。點解像安尼一般黃梨酥哦，鳳梨酥一食到哦，因為有冬甜。也做得咯，做得哈，做得，好食啦，好食。你看cái羅哥好吃唔好吃，親民嘅。好食。伊啊，因為伊迄花梨酥，啊，愛食到了迄都。食到皮咧。頭擺啊，頭擺愛你洗時，愛咩中青度嘅花梨感啦。哎呦，安尼啊，所以愛有裝啊。頭擺油啦，了防灰的咧。防灰的。啊，叫做標嗰個安尼燒羹啊。唔係啊，都減喎，都3年用，3年冇減都4成聽。哎呀，入面都4成。散嘅鹹菜嘛，散鹹菜啦，鹹菜啊，全部酥啊。全部酥嘅咩喎啊？係啊，吃人的反筋啊。哦，那個是冇一講本來來講啊。做得啦，你要解本事出來啊。做得可以的嘅。做得本太牛大牛果園。很厲害。係啊。好啦，等下睇油嘅時節啦。做得啦。真的啊。對。我讓你聽講。哦，真的。回歸田野生活，這個是我的夢寐以求的事情。證明吼，我煮飯後，我煮飯哦。煮飯。你開一個果園，我煮飯呢。你當我們家傭人呢？對。煮飯。做得。好啦，嚟唐先生嚟講點。先生。今日已經講嘅歌詞也簽好啦，嚇。啊，唔過你聽一件事情，根本大家啲，大家事情多少要跳去，玩去，你要注意，你當然會有你要做完，啊，唔過你講4、8節吧，就會注意幾兩節嘛，大家啲啊，啲呢方面，你素養多少比較限弱嘅會，你感覺你哋會去比較不足，還有分享朋友，創意嚟比較有學識力。係說啲好東西中咯，你啊素養比較有限弱嘅喎，所以你啊今日你啊屬歌劇潤劇做得，但是佢哋有隻小缺點，希望你叫貴進嚇，加油！好，是吳俊華先生，下幾個先生。好了，補充啦。今日從來坦白講，也個美院做了親獎啦嗬，就為咧就較大上嘅嗬。就甲你就話老師有講過嗬，你在書面嘅時間，可能你都去啊，冇也個戲院來要親獎啦，所多少就一系列會有個來源啦，就來源。所以啊，迄假使講以後你有進入到也幾個前3名，還有演出嘅，也以後自家就好好繼續再加油，注意自家嘅美院咧。一樣去運用佢，莫本以上唱歌而辣咁樣好，再加油嚇！好，謝謝先生。睇下連意見嘅分數。一個分啊！唔知係算排名嘅分數，差唔多第多名。應該要吧。冇動以前算起來，從算啊大算啦。哦，你啊，還有下禮拜啦，還有一個禮拜啦，係啊，偏傷心啦，偏傷心啦，子先嚇，恭喜啊！一朵香也開梨樹嚇，好嘅，好嚟沙來，沙來羅志祥帶來羅山歌，好，你彈開啦嚇。有情多难。
泪洒了，此病啊，人人报呐。此病好生，泪擦针太假了。有限那爱来错什么开打？姐姐好，姐姐好，你好。哎呦，你看知心对人家对好，加个咸的吼也啥个又甜的，咸的甜的，咸的甜的。哦呀，还有个擂茶。擂茶还有吃饼哎，干。你哪买？就家里附近。家里附近擂茶买，擂茶店，擂茶店也是买的。不是，那是自己做的，自己做的，自己种的。七家种，七家种，七家种。七家种，嘿嘿，真的假？真的。啊？真的假？收来卖吗？收来七家吃？收来。哎呦，就是会在外面卖啊。哦，对，会卖，家里卖柿饼。哦，这啊，难怪你会七家做。哦，安尼七家不敢买，亲讲啊，捧场的呀，捧场的呀，哎呀。哟，还试试嘞？试试了。今天早哎。早吃饼都会湿湿的吗？不是，是因为这样比较干的话是湿爽，白白的。哦。对，胖胖。对对对对，我是很想吃啊，但是因为医生建议我说，但是他有2只脚，不是，那个没有4只脚，对。哦。因为医生说没有脚的也不能吃。哎，这个有纤维太高了，所以我的肠子比较肠胃不好。那建议我就所有东西都可以吃，柿子不要吃。特别有说是不是？对对。还有螃蟹也不行。螃蟹没有。柿子跟螃蟹在我们的空哈市。哦，空哈市不。跟农民历后面。要不然不是，我等下去订一只螃蟹。你现在吃柿子了嘛，对不对？我等下去订一只螃蟹，然后你再吃看看。哎，走的啦，走的啦。帝王蟹可以吗？反正医院在隔壁。啊，跟人家平常是要提南婆最近都不买呀。喂。哎呀，就是可能阿公去山上，然后去载柿子回来。有种。有。有啊。有种。哦，一多夹梯啊。像已经太过量夹梯哦。冇范围那么大。范围哦，这范围这么大。再大一点，1000多平。1000多平啊，1000多平夹人咯，系嘛哈？前人量3、4分地啦吼，3、4分地安尼做，佢装起来大概熟成以后，应该熟成以后咯吼。要看有时候。小强老师只有2个。你是在逛街吗？我被邱小老师 Q 要去后面送货。是啊。宅急便。好了，我们先听老师讲。你还没喝擂茶？你还没有喝？你还忙是擂茶？擂茶要做唔得啊？你还要上去就跟先生讲，医生讲。好吃吗？好喝吗？真的吗？水放多了一点。有些糖呀，糖。跟擂茶平常吃不是吃饱的嘛，就是很浓。因为像我们这个它是抹茶口味的，对，抹茶它有什么杏仁啊，然后还有很多。哦，有一种擂茶呢，加了30几种料，有青豆啊，擂到速度麻的咧。哎呀，跟擂起来冲有些冲个稀饭啊哟。果吃饱的，但是擂茶讲真点，按苗栗地方要磨啊，
没好人啊，太直接当回事那里传到也还没哦，所以像参考这种，刚才讲到走马红糟，走马，系啊，走马年年期，走马苗栗通魔，系啊系啊，咱想过年吃东都给压的时间，特别无变相我用来处理，用较好摆。做得白，走马最好的个做得像安尼肉类的东西，佢较早用暗光嘛，讲到伊走马酒，佢做得维持当酒，佢卤鹽都唔得，佢誒苗栗做卤鹽啊，卤鹽酒。哦，係啊，做雕嘅，就用酒還要鹹啊，苗栗嘅風乾啊，風乾，啊佢北部即係也嘅新竹以北吼，其他部分有啲叫做用走嘛。哦，啊，也佢創的人知道佢創個樣板。上月咧，也個顏色當好哈。亮土也有辣，嚇！啊，佢根本創入嘅羅山歌吼，有一隻東西啊，建議佢啦，就講，為下來講咬絲各方面佢注意好，但是有白布體就是白布，叫做白絲哈，你要注意下，白叫做變白啦，白布，白布，從到白布哦，對啊哈。白絲吼，也有些麻煩嘅絲啦吼。其他差唔多冇乜大太問題。因為佢顏色亮啊，亮土有辣，個咬絲各方面都有髒啦吼。不過也個落山果子，也就山果類嘅東西要注意。李老師經常有講，我創比較軟的喂。創比較軟的，尤其個前有嘅時節。也沒做唔得，唱歌以較硬的喂，你啊愛去修正歌，喺埋唱落就會較好聽。也唔係講唱唔錯哦，冇唔錯嘅問題哦，是講樣嘅唱較好聽。加油！好，辛苦晒，辛苦晒。來個點太誇張了。就是要這樣。就要用好啊！你的嗓音就會你去加個樂器啊，錯嗎？哈。啊，稍微請盈盈先生補充一下。好各位嚟妹妹帶來倆數羅山歌，講真經其實成日都做得從到安樣很不簡單咧哈，就係講頭先從校長講嘅咬絲嘅部分，可能北部兩邊講開量嘛哈，所以相信從自然嘅世界，梗係拗唔盡吼，所以你可能會逐個去修正一下。不過我嘅建議係，最明顯嘅我感覺吼，就係呢個提示機，大家有限愛來坐，從大家隻聲音是從到按出嚟，好，香港你係從到按出嚟。後輩嘅鬧事就會影響到香港呢個戲，比如講愛來坐，然當講呢個天意嘅人播，學呢片戲嚟到當好，嚟當樣上，咁個提示嘅愛樹木嘅時節，其實愛樹嘅時節，做得了嘅樹有很下自然，很下輕鬆，嚇，就從呢帶來嘅氣變強人嚇，本人口齒留香，因為留下嘅原味本人揮門嘅時節，就係呢個戲，我嚟到。很下輕鬆，就很下好聽，你就係按照樣上，也係原味，嚇，係容易本人聽得到，學本嘅建議，什麼呢？好，謝謝啊！嚟，可以下大家背書啦。可以下羅子賢嘅分數。非常肯定啊，係96分啊，係啊，繼續加油，恭喜哈！好啦，加油啦，加油啦！係啦，加油啦，哈，繼續加油哦，好，稍作休息哈。
比特了，哇，最礼拜咧，哇，都在下礼拜结果我用班啊，因为他这个请高分的哈，因为有松狮的来吗？係咪請大分咧94分啲啦？係啊，啊，他個按強按厲害，厲害哦，係啊係啊，啊，首先啊，今日大家看咧，睇義工可能糖都出油啊，出油咧，真嘅，清喉糖，係啊，係咪考倉庫嘅朋友嗬，今日來報名啦，打電話來哦，人叫667人，人叫人，還有傳真電話2277823。好，等大家來報名啊，等打電話。今日非常多謝所有觀眾朋友收看，因為呢，咁啊多謝辛苦，聽得緊張哈，謝謝先生，辛苦你。還有辛苦你各位傳聲者啊，因為帶來好吃的東西哦，歡迎你們繼續加油哦。對，是孟小天老師，還有樂隊老師，我非常辛苦嘞，謝謝。工作同仁們大家非常的辛苦啊。辛苦啦。一杯擂茶，祝福我們台灣所有的朋友，大家都能夠平安健康，老年大好。